这是 Damlak 母语共学园，全台湾第一间族语学校，培植部落孩子认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，坚持了8年，初心不变。1997年，林淑照因缘际会下来到花莲丰滨港口部落，认识了当时的老头目 Lagar Magur。 头目给了他一个阿美族名字 Nagao， 而 Lagar Magur 当时的话语深深影响着他，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26年前我来这个部落的时候，很多小孩子其实已经不会说阿美族语了。当时96岁的老头目的Lagar Magur他就问我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都不再说阿美语了？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事。2002年，她成为港口部落的媳妇，育有3个孩子。2015年，她内心的种子发芽了。Nagao召集了部落里有同样理念的家庭，在港口部落打造了一个全族语的幼儿教育。2017年，国小部开始运作。2018年，Nagao以Lagar Magur的小名 Damlak 成立了台湾 Damlak 文教协会。Damlak 母语共学园的名称于是开始。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部落3、4个家庭，后来邻近有一些村子也有一些家庭加入，甚至有从南澳、高雄，还有从北部的家庭，他也搬回来部落里面。这几年还有国外的人士，这些人的加入让我思考到说，原来这样的教育不止部落的人需要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资产。那透过这样的教育方式，可以让很多人知道，原来阿美族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贡献。我们带着孩子去河山填海学习，这些知识来自部落的生活与大自然。阿美语是我们主要的语言学习，我们独创了罗马字母声、意、形教学。我们的歌谣来自部落的吟唱，孩子的创作来自于身体的感受。8年来累积丰厚的教材，这里的学习没有课本，老师们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辛劳来丰富教学的内容。因为这个课程跟体制的方式很不一样，一开始都是类似师徒制这样子看我上课，那跟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实习上哪一个主课？这些老师也在过程当中发现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不只有学校那样的教法，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，让孩子很快乐的学习，然后学习成效其实也很好。少子化让偏乡学校面临存废危机， Damlak 却展现母语教育的潜力。8年来的坚持，目前已发展到国中部。然而，随着学校的扩大，自筹经费也将用罄，部落期盼的教育也被迫要中断。有时候我看到老师们晚上天黑了还在教室里面准备隔天的课业，他们为这个教育无怨无悔的这样子付出。如果说因为没有资金而办不下去的话，那我们的教学成果、孩子的教育以及培训的老师，还有开发的这些教材，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资产。那这些就断了，不是很可惜吗？语言是文化的关键， Damlak 能给部落孩子更多教育的可能。缺乏经费的情况，将使8年的成果归零。您的支持可以让 Damlak 度过灭校危机，让这所独特的学校延续下去。